我真係冇經驗喎，咁有冇機會可以試下㗎？有啊，4月份啊，有30日可以俾你免費體驗。體驗乜嘢啊？體驗做店主，你由你開店開始啦，你一個屬於你自己嘅網站，你就可以自己設計你自己嘅 banner，就有3000幾樣產品可以俾你入賣。如果要做一個店嘅老闆，係我乜都唔識嘅喎，咁點算啊？唔使驚，跟住我哋團隊會手把手教你，跟住唔需要有任何經驗，跟住我哋開始教到你識為止，跟住素材俾你用啦，一到新手嘅教學啦，同個短影音嘅課程全部都係免費。咦，但係我唔想買到成屋都係貨喎，發電商使唔使囤貨㗎？唔需要囤貨，而且我哋買滿100蚊就可以免運啦。100蚊港幣啊？100蚊台幣。即係25蚊港紙嘅啫喎。係啊，仲會送到嚟你屋企，你亦都可以選超商取貨。咁真係好方便喎。係啊，超。咁我而家都報名先。有一個更加勁嘅優惠要同你講，如果你4月份試過覺得好嘅話，你5月份咧續訂咧，仲可以有1680嘅大禮包送俾你。1680，哇，好多喎。係啊，咁你快啲過嚟試下啦。好啊。留言我想試下。